Hello，大家好啦，咁我係梁宇中文，咁咧就今日主要係講下啲咩咧？就係講下呢一個依家距離2026年嘅中文 DSE 啦，咁倒數咧就剩翻100日左右啦，咁大概100日多1-2個禮拜啦。咁喺呢100日入面，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咧？咁其實根據我經驗，呢100日入面咧就係你開始要整頓好晒你自己所有嘅嘢啦，你要知道你呢一刻呢一步係要做啲乜嘢啦，每一個卷入面 ，OK， 你要投放幾多嘅時間入去啊？要點樣投放得夠精準啦？點樣投放得唔好浪費時間啦？同時之間都溫得到、背得到入腦咧。咁呢一條片最主要咧就講下，喂，2026年距離淨係 DSE 淨得翻100日，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咧？我哋有啲乜嘢可以溫習到咧？以及如果你每一個 grade 你想可能你例如你想拎 level 4 OK， 咁你要投放幾多時間入去呢一科入面咧？咁我諗大家睇到呢條片咧，其實都係想喺中文呢一度可能有個更加好嘅 study plan 啦，或者可能對嘗試去了解一下點樣溫中文呢一科 OK。咁我就分享一下上年，因為我係考2025年嘅 DSE 啊，分享下我點樣喺最尾嗰100日 OK 點樣去籌備，點樣去預備，最尾喺 DSE 度令到5星星呢個成績啦。OK， 咁先講下。咁其實咧，我係一個比較溫書時間係比較長嘅一個人嚟嘅。係要花好多時間去投放喺同一科入面，先至會得到一啲嘅考益，可能得到一啲咁嘅成績。OK，咁我先講一下有咩心態要預備啦，即係講咗心態方面先。第一樣嘢咧就係你喺預備呢個 DSE 嘅時候，剩低100日入面咧，最重要嘅其實係啲咩咧？其實係心態。OK， 咩心態咧？就係要面對 OK， 面對咩心態咧？面對成績有出入嘅心態。點解要面對成績有出入嘅心態咧？其實最簡單一樣嘢就係，因為我哋嚟緊100啦，我哋好快，因為我學校咧就係1月嘅時候考模嘅。OK， 咁喺1月嘅時候考模 ，OK， 我心入面有道尺嘅，就係我覺得我當時考試嘅時候，我一定要係拎到5星星嘅成績，拎到唔知乜嘢 level 幾，拎到幾多 percent 嘅成績。OK， 咁但係我哋面對份卷，或者可能嗰個咁啱狀態差嘅時候，我哋個成績一定有出入嘅。或者最簡單嘅講，可能就 marker 睇唔明你篇文講咩時候，我哋成績一定有出入嘅。OK， 有出入嘅時候，我哋會點？我就空二，覺得好 sad。OK， 就心諗我點可以擺咁多時間去，我啲成績都咁差咧。OK， 但係中文就係一科，你未去到真係考嘅時候，你嘅成績都係會好漂浮。OK， 咁我講一講下我自己啦。OK， 咁我喺上學期嘅考試，即係上學期嘅模嘅時候，中六上學期模嘅時候咧，我喺生文咧係值得20 over 50分。OK，咁嗰時我好灰啦。OK， 我係灰咗，我直頭諗緊，不如讀下數算下，或者會唔會有第二條路可以行 ？OK， 因為我覺得一個咁重要嘅一份卷，你居然可以考得咁差，20分係直頭2，都唔知未必有冇啦。OK，有咩分數嘅時候，我就覺得好 sad。咁但係其實你要知道，正係因為你呢一次 OK 呢一次嘅成績差咗，所以你先至會點啊？你先至會喺下次嘅時候做得更加好啊嘛。OK，所以你唔需要太驚。OK， 中文就係一科咁嘅科。OK， 因為你知道你一刻你錯咗，你下一刻就唔會錯。咁我就講下我最後 DSE 嘅生文係拎到43分。咁所以其實你唔需要太驚呢樣嘢，都唔需要太怕呢樣嘢。OK， 咁同時仲有一樣嘢啦，就係閱讀理解方面，即係閱讀理解咧，我係一個比較飄浮嘅人，飄忽嘅人。咁係點咧？就係我成績可能本身係一直都係 keep 住60%。OK， 咁你可能跌咗幾 percent 嘅時候，你唔可以好容易就覺得灰心。你要喺下一次嘅時候做得更加好。你有個咁嘅心態去面對有落差。OK， 要面對落差。如果你下下都好在乎嗰少少 percent， 或者好在乎 OK 嗰幾分咧，其實對你好痛苦。OK， 我哋要繪上一個不完美嘅色彩。所以第一樣嘢係心態。咁第二樣嘢，我預備完心態就我哋要預備點樣溫書，亦都係今日呢條片最主要講嘅一樣嘢。OK， 咁首先呢樣嘢2026年倒數淨得翻100日，我哋要做啲乜嘢？或者投放幾多時間咧 ？OK， 呢度咧我寫咗，卷1範文投放2.5小時，卷2作文投放5小時，實用文投放1小時。OK， 咁呢啲小時其實講緊啲乜嘢咧？其實咧係講緊一個星期入面我哋要投放大概幾多個時間入去做。OK， 咁所以呢個只係課你參考啦，因為呢個純粹就係我當時一個禮拜入面我投放咗幾多時間去溫中文科呢樣嘢。OK， 投放幾多時間去溫中文科呢樣嘢。OK， 咁我就可以諗一諗點解我哋要投放咁多時間入去咧？其實好簡單一樣嘢啫，就係中文科雖然係好似冇好難理解、好難溫，但係其實範文、作文同埋實用文呢3份卷咧，我覺得只要你肯投放時間入去溫習、溫書、做卷練習，其實你一定係拎到個唔差嘅成績。OK， 咁至於點解我冇寫卷1嘅閱讀卷咧，即係閱報啦。OK， 咁其實閱報呢樣嘢咧係要操嘅。OK， 咁我哋有咁多份卷啦，我哋由2012啦 OK 到而家2025年啦，其實都有10份卷以上嘅卷可以操。咁我當我哋每日計時，咁你咪當我哋每個禮拜花個半鐘 OK 1.5小時，花1.5個小時去操卷咯。OK， 咁大概加埋幾多時間咧？大概就係10個鐘 OK 10小時。咁你話呢個數會唔會好浮誇咧？其實有少少誇，因為我係一個都係嗰句，我擺好多時間去溫中文科呢樣嘢嘅。咁冇計嘅 OK 冇計嘅，你要睇翻你自己可能溫習，你可能係一個好專注嘅人嘅時候，咁你咪可以投放少啲時間咯。OK， 咁就純粹只不過係我俾一個 reference 參考用。OK， 好啦，咁我哋而家就講啦，我哋有啲乜嘢喺溫中文嘅時候，我哋有啲乜嘢觀念或者有啲咩 concept 係要釐清一下先啦。首先第一樣嘢中文科 OK， 我哋要量化努力。呢個量化努力咧，即係將我哋所投入嘅努力 OK 變成一個數字 OK， 變成一個咩數字咧？簡單地講，將佢變成一個溫習嘅時數。呢個溫習嘅時數咧，就係證明咗你投放咗幾多時間去溫啊嘛。OK， 咁所以好簡單啦，我就咧將每一個 grade OK， 每一個 grade 我哋要投放幾多時間去溫習啊。OK， 咁首先第一樣嘢啦，我哋嘅心態咧係點樣咧？我哋係要 pre 高自己嘅 grade 嘅。OK， 即係例如你嘅目標可能係 level 3 OK， 咁你就要覺得你自己拎到 level 4 OK， 點解咧？就係避免自己有個落差喺度。我避免自己有落差喺度。咁你有到時候萬一你可能拎到 level 4跌咗 level 3嘅時候，都起碼係一個你心目中嘅成績。咁所以如果剩翻100嘅時候，可能你本身目標係拎 level 4嘅，就目標本身係拎 level 4嘅，你就再提高一個目標拎 level 5，咁你提升多一個 grade 去爭取 OK。咁你就會比較多啲動力啦 OK， 同埋會係比較勞啲啦 OK。咁我就講下 level 4每一個 level 我哋做啲乜嘢先啦。首先，如果 level 4嘅話，我建議係點咧？每個星期咧至少投5至6個鐘啦。咁12篇咧就溫個半鐘，作文溫個半鐘，上文咧就溫半個鐘 OK。咁未計呢一個嘅做操閱讀卷嘅，未計操閱讀卷嘅。咁我哋溫範文要點做咧？我哋要針對性地溫習。呢個針對性地溫習，我哋主要溫一啲我哋覺得好唔熟嘅範文 OK。例如我嗰陣時咧比較唔熟嘅係《史律西山》
同埋燒油。咁所以我就會花多啲時間去處理呢兩篇文章嘅。OK，咁所以如果你係 level 4，你目標係 level 4嘅時候，你首先第一步你記得要處理咗啲你相對上可能你覺得老師教得好差嘅文，或者係老師教得令到你冇咁容易理解嘅文章，你起碼要熟咗佢先。OK，如果唔係去到考試到 DSE 剩低可能50日嘅時候先搞咧係唔得嘅，因為記住12篇呢啲都係一啲比較長期嘅記憶，咁你要係時候喺啲時間建立咗啦。咁至於實務文格式就唔需要多講啦。另外一樣就係要溫拓展啦。咁遲啲如果有時間去開嘅時候咧，我哋會出點樣教寫實務文。OK，咁至於作文咧，如果你覺得你係目標係求 level 4咧，咁其實我覺得未需要話去到個個禮拜都做一篇文咁金嘅，可能你有其他目標，即係擺其他科度噶嘛。OK，咁可以做啲乜嘢咧？就喺每一篇作文度寫大綱。你見到條題目嘅時候，嘗試將佢拆題。OK。見到題目就拆題，咁我遲啲會再教點樣拆題啦。OK，咁其實好簡單嘅啫，你當呢個拆題係咩咧？係一個練習咯。OK，你做數嘅時候，你都係會整錯題譜，會練習每一個題型點樣去做嘅嘛。好簡單，中文嘅時候你咪就係將每一條作文去嘗試練點樣拆題咯，練下有啲乜嘢要扣題，有啲乜嘢需要實寫，有啲乜嘢需要虛寫。OK，咁嘗試就係練下點樣寫大綱作為一個練習，呢個就係 level 4你會做到嘅嘢。咁 level 5咧，咁其實就投放到更多嘅時間啦。OK，咁其實同 level 4差唔多啫。咁但係我建議 level 5同埋 level 4最大分別喺邊度咧？其實我就覺得係一定要一個禮拜做一篇文嘅。OK，一定要一個禮拜做一篇文。OK，咁點解要作咧？其實就係避免你到時候失手。OK。無論你嘅作文能力係好勁都好，或者好差都好嘅，其實你每個禮拜都做一篇文，因為你要練下你自己文筆，你要練下你今個禮拜學到啲乜嘢，然後嘗試喺篇文章入面化用翻出嚟。OK，所以你每個禮拜都做一篇文，OK，一個練習嚟。OK，咁其實我覺得如果你係有志作文喺 level 5以上嘅話，其實你每日都要等個半鐘出嚟作文嘅，每個禮拜都要等個半鐘出嚟作文。咁係個最理想嘅情況。OK，咁係最理想嘅情況，咁你都要排除下你冇 quiz 啊，冇乜嘢之類啲。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喂點樣拎5星啊 ？OK，咁5星就當然係再努力啲啦。OK，再努力啲啦。咁首先第一樣嘢就係佢嘅時長會多好多啦，12篇要溫2個半鐘啦，作文要溫5個鐘啦，然後上文咧要溫1個鐘啦。OK，咁我講下先。咁先講咗12篇，12篇咧你有陌生嘅話，當然你要花時間處理啦。咁但係其實你如果你要拎得星嘅話，其實你 OK 所有嘅範文應該都要妥善咁處理。OK，應該都要妥善咁處理。好簡單嘅嘢就係你要拎星嘅話咧，要擺時間去付出。OK，你所有唔同嘅文章，即係I mean12篇嘅文，你都要完全熟悉。咁我分咗3個部分去溫啦。第一樣當然就係咩啊？當然就係語譯。語譯係最 common 嘅嘢。OK，一定要起碼拎3分或者以上。OK，無論你係拎咩 grade 都好，一定要拎3分以上，呢個先叫做合格啦。我會話 OK，即係嗱正常語譯題係4分㗎嘛，即係1分一題，有4題。OK，咁我建議係起碼答啱3題，OK 先叫做合格。咁呢樣嘢就係文章嘅主旨啦。咁實文章主旨好包好多嘢，所以亦都講埋佢嘅寫作手法啦。咁呢度寫唔夠 detail，係都包埋寫作手法、修辭手法等等結構。OK，咁呢啲都要熟讀啦。OK，另一樣嘢就係問答。問答對我嚟講咧係最重要嘅。OK，點解最重要咧？因為簡單啲講，問答佢係俾咗 marking 嚟嘅。OK，咁好啦，我哋有 marking 嘅情況，其實點解我哋有 marking 唔去溫咧 ？OK，點解我哋 marking 唔去溫咧？marking 佢俾咗好多嘅 answer 嚟啦，咁你可以背咗佢。OK，當你去到考場嘅時候，萬一你見到條題目題型多咗少少變化嘅時候，你起碼都有一定嘅嘢可以答到落去咯，可以套用到落去。咁嗰陣時我哋點樣溫呢一個問答嘅咧？其實好簡單嘅啫，就係將所有你有嘅問答，例如啲咩可能老師提供俾你嘅一啲 past paper，或者可能係啲咩咧 DSE past paper，或者可能係啲咩咧出版社答案。OK，以前嘅測驗考試嘅問答呢一啲咧，我建議全部都係熟讀，因為你唔知佢會唔會無端端翻炒啊嘛。你諗下，你12篇已經考咗差唔多將近8年9年，其實你可以預備到佢，你都可以估到佢會考啲乜嘢。喂，佢好少會翻炒，即係好少會翻炒係，但係佢冇翻炒過或者冇考過嘅，喂，佢好大機會會出㗎，喂，好大機會會出㗎。OK，咁所以記住啊，要溫翻你嘅問答先。OK，問答係最重要嘅，對我嚟講。OK，好啦，咁你嘅寫作手法啊、修辭文章內呢啲有充足認識啦，咁我就唔多講啦。咁實用文啦，我要知道佢點樣拓展啦。OK，亦都咧建議你將所有嘅實用文，將所有嘅實用文咧，例如2024、2025，仲有一個係嗰個叫模擬試卷，我建議咧都係做咗佢嘅。我建議係點樣做咧？第一次咧，我哋就做成篇啦，即係全篇咁做。咁第二次做嘅時候咧，我唔建議全篇做啦，因為時候太嘥時間啦。咁我建議係點咧？好簡單，就係練你自己點樣拓展。咩叫練自己點樣拓展咧？好簡單，你望住個計劃嘅意義、計劃嘅目的嘅時候，你試下可唔可以口噏翻或者寫翻出嚟？喂，點樣透過嗰個活動去實踐到嗰個計劃嘅意義、計劃嘅目的咧？咁呢個就係練拓展嗰部分。如果你做過一次嘅時候，我建議就唔好再做第二次啦。其實係好嘥時間，你只要知道格式就得㗎啦。就咁呢樣嘢。OK，咁作文我覺得咧係計時作2篇文章啦。OK，咁冇計嘅。OK，真係要花時間去，起碼做一篇啦，一個禮拜一定。咁2篇就係咯，2篇就係你係真係願意花心機落中文科呢樣嘢嘅時候，先會肯做嘅一個 task。OK，咁至於5星星咧，OK，我就覺得有少少棘嘅，因為咧我唔敢肯定，喂，你每一次考中文你都可以 sure 拎到5星星嘅嘢，我覺得呢樣嘢係難嘅。OK，真係難嘅。萬一你咁啱撞正咗，喂，個 marker 係伏嘅咧，OK，即係亂咁嚟嘅。OK，咁冇嘅。老實講，我覺得只要你肯做晒5星嘅所有 task、所有嘅任務咧，其實你好大機會已經有5星星嘅實力。只不過剩低嗰樣嘢，我哋就嘗試，我哋放鬆啲去諗，我哋唔好逼到自己咁死，我哋唔好逼到自己咁死。咁呢啲就叫做人事聽天命。OK。咁就係咁，即係我做好自己本分，有咁嘅實力，我哋考試嘅時候用翻我哋溫咗嘅實力出嚟，咁就足夠。OK，至於5星星呢啲，我哋冇得強求，即係可遇不可求啦。我會話係 OK。咁另外每一樣嘢就我哋溫習中文嘅時候，我哋要每一日咧定立自己目標啦。例如 OK，即係我哋會可能我會講俾我話呢一日我會溫啲乜嘢啊？例如可能就係溫特定嘅 long cut 啊，溫特定嘅某一課啊咁樣咯。即係建議就每日 OK 寫清楚你自己有乜嘢嘅 checklist，有乜嘢要做到，咁樣會比較好啲。即係唔好咧萬頭烏蠅咁樣冇一個目標俾自己，每日可能就去溫下字一西山，又溫下六角龍。OK，咁樣唔係咁好嘅，唔係咁好嘅。寫低咗個目標就喺今日嗰度做落去。OK，就係咁樣。好，咁繼續。咁咧另一樣嘢就係我哋中文科咧針對自身嘅弱項啦，即係如果你本身係啱啱緊 level 3嘅，咁你記得要針對翻自己弱項。喂，因為針對自己弱項咧，你發現 OK，你某一份卷入面係特別差嘅，或者可能份卷都係咁啱 average 嘅。喂，我建議如果首先第一個情況，你有一份卷咧特別弱嘅時候，你點咧？我係針對住去做，針對。喂，例如作文特別差嘅，你就花咗時間去作文，咁如果啦，你係 average 嘅，咁點算咧？好簡單，我建議就係針對兩樣嘢啫，針對範文同埋作文。點解咧？我解釋下先。咁所以呢樣嘢點解有份卷特別差、特別弱嘅時候，要針對翻咧？即係你作文差，你要做翻作文差。咁但係如果 average 嘅話，點解要針對翻範文同埋作文咧？所以呢樣嘢作文唔需要多講啦，因為佢係佔咗最高 percentage 嘅一份分卷啦。咁唔需要多講，你肯花時間落去，肯寫，你一定會有好嘅收穫嘅。咁至於範文更加唔需要多講啦。範文係一啲咩咧？我哋能力範圍入面可以控制到嘅嘢。
簡單嚟講，我哋肯溫就一定拎到分。咁點解我哋唔擺多啲時間去做呢個範文咧？OK，咁作文一樣道理啦。OK，咁好啦，呢個就係我嘅一個參考啦，就係話我哋做卷，OK，操呢個閱讀卷嘅一個先後次序。OK，咁其他冇寫佢係咪唔重要咧？唔係嘅，純粹只不過係我覺得個次序係咁樣做會比較好啲啫。OK，咁文言文就呢一個就後話，遲啲會再講。OK，好啦，咁之後就講下每一個月嘅目標啦，每一個月嘅目標。咁我建議係點咧？12月首先啦，因為其實12月咧就快完，當我出呢條片嘅時候咧，可能都差唔多聖誕節。OK，咁我建議咧係點咧？首先第一樣嘢，你卷一12篇，其實理應咧應該係完全熟讀晒嘅。OK，因為當時我12月嘅時候，其實基本上12篇已經係好熟噶啦，好熟噶啦。OK，只不過我再溫翻啫。OK，即係翻兜。OK，可能突然之間有啲乜嘢，可能做卷嘅時候發現嗰 part 唔熟嘅時候，我就重新溫翻去。所以其實喺12月入面嘅時候咧，要做到嘅嘢就應該係溫熟翻晒所有12篇。OK，主旨問答。OK，咁即係閱讀卷咧。OK，其實咧你聖誕假啊嘛，你有好多時間嘅，即係嗱，雖然你都要休息啦，即係係咯要休息啦，咁但係其實你有假期，有差唔多半個月嘅放假時間。其實我建議係做多少少閱讀卷嘅 past paper，因為再下次做呢有咁長嘅假嘅時候已經係農曆新年啊嘛。你到農曆新年嘅時候，你可能要拜年，又要拜唔知乜嘢嘅時候，喂，其實你已經冇乜時間可以再做卷噶。喂，所以我建議聖誕假嘅時候，如果你冇人約嘅話，你咪嘗試試下做多啲閱讀卷咯。喂，係。咁至於長文就更加唔需要多講啦，咁一定要作啦。咁另外就係我建議係準備3個方面嘅文章。喂，就係親情、夢想同埋送。係。點解咧？因為你會發現咧，呢2年啦，自從張秀文擺咗佢作文之後咧，其實改咗制咧，就令到夢想、親情呢啲咁嘅大路題材咧，更加容易寫到出嚟。咁所以我建議就係 OK， 嘗試背多少少夢想、親情呢方面。喂。咁基本上其實你會發現咧好多，因為而家啲題目越嚟越開放，例如咩啊，例如創造力、寶物係啲乜嘢，我可以自己諗嘅。最想尋回玩具，喂，佢冇關注你係乜嘢玩具，只要你寫到佢係玩具就 OK 啦，亦都冇限你係寫夢想定寫親情，喂，甚至係無愧選擇不完美色彩，其實佢都冇乜點限制，喂，即係佢越嚟越開放嘅時候，我哋就可以嘗試背多啲夢想同親情，去到考嘅時候我就可以翻落去咯。咁我都建議 keep 住每星期寫文寫大綱，聖誕多人約嘅話，你咪就記住每日寫大綱咯。喂，唔一定要寫文嘅，其實寫大綱都係一個可以練習到你透題思維嘅嗰個過程。喂，跟住上文都係嗰樣嘢啊。喂，關注每篇上文點樣拓展啊，同埋練下自己手出啦。咁我唔多講啦。咁到1月嘅時候啦，1月嘅時候咧，其實理應咧，我正常情況下咧應該係會考音樂嘅。OK，考目。咁我就假設考音樂嘅時候點啦？當然12篇都係要繼續重溫啦。咁卷一閱讀嘅時候，我建議係點咧？重溫所有 past paper 嘅立意，同埋自己得分較少嘅題目。喂，其實所有 past paper 即係我講閱讀卷嘅 past paper 嘅立意啊，即係主旨咧，其實嚟嚟去去都係講一樣嘢。喂，即係佢會重複問嘅，或者係佢啲文章嘅立意好相近。喂，咁我建議咧係嘗試試下重溫一下先。喂，我哋唔需要特登操卷啦，即係喺一個嘅mock exam 嘅呢一個樣，我哋唔需要特登去重新操卷，我哋就做一啲咧 past paper 嘅可唔可以溫佢哋嘅立意，或者自己一啲比較得分較少嘅題目啊，可能點解長答4分入面淨係得1分甚至係冇分咧？即係嘗試了解翻呢個情況，咁就已經好足夠啦喺閱讀方面。咁至於長文咧就係、是、我覺得咧就係嘗試試下寫多啲啦，同埋準備多啲唔同嘅題材同立意。喂，即係唔好淨係局限於親情夢想。有時間嘅時候就嘗試睇多啲唔同嘅文，例如咩咧？例如呢個寫錯字，傳統文化。例如傳統文化同埋社會層面嘗試。喂，咩傳統文化咧？例如係我考試嘅時候，我寫咩？我就寫呢一個嘅書法嘅。喂，咁拎78分。喂，傳統文化寫創造力同埋寶物。喂，都係一樣寫到嘅。即係呢啲就係一啲大陸嘅嘢咯。中國文化唔係中文科啊嘛。喂，佢就係講傳統文化啲嘢嘅。咁你寫到其實用得啱，一定係有一個唔差分數。咁至於社會層面寫啲咩？可能寫社會社工啊，寫義工啊，呢啲都得嘅。咁嘗試可能學到一啲呢啲咁嘅題材會比較好啦。OK， 即係唔好淨係局限於寫親情夢想。喂，可能呢啲咁嘅高階題材嘅時候，你寫翻出嚟咧，可能令到你更加高分，或者令到你老師對你刮目相看都唔奇嘅。OK， 我上文都溫過篇格式啦。咁遲啲得閒嘅時候，我一定會拍呢個上文點樣寫。OK， 好啦。咁至於2月啦。2月嘅時候咧，其實已經係淨係得翻好少時間，可能得翻50比1。OK， 好啊。咁2月嘅時候咧，你開始咧，因為你考完模啦，你對完之後咧，又會重新上翻堂。因為實係重新上堂嘅時候咧，你基本上所有老師就醒教晒。咁通常你翻學校嘅時候，老師一定同你操卷。OK， 老師一定同你操卷。咁但係有啲卷咧，或者有啲科你一定係覺得冇用噶嘛。OK， 即係例如你計 best 5嘅嗰科，你唔計某一科嘅時候，你應該衝其他科。OK， 所以要捨棄某啲科啦。例如我又唔講啦，即係有一啲科可能對你講冇乜咁大重要性嘅，你咪嘗試將嗰啲上堂嘅時間嘗試擺翻喺啲你嘅重心入面咯。OK， 因為其實好就快畢業啦。OK， 你老師鬧你嘅，你唔需要理噶，你好就快畢業啦，你好就快走啦，係咪先？喂，最後一個月我做啲乜嘢咧？喂，就係卷一啦，做一啲咧我從來未做過嘅 past paper。喂，呢個係一定噶。喂，我建議就係你喺考之前一定係要做晒所有嘅 past paper。喂，你每等個半鐘出嚟，喂，其實都做一次嘅，即係得嗰10幾年啫嘛，又唔係好多。喂，咁所以我建議係做一啲我哋未做嘅 past paper，然後做完嘅時候即刻點咧？即刻對翻。喂，即刻知道自己錯乜嘢，即係你唔好做完之後覺得喂好攰啊，然後就擺低份卷，然後就唔記得咗，唔好即刻對。喂，要即刻睇埋自己咩 grade 啦，喂，睇 grade 啦，喂，咁係最好嘅情況啦。OK， 好啦，咁至於長文啦，我哋已經對識咗一定嘅題材，我哋多加溫習翻已經準備咗嘅題材啦，已經背熟咗嘅題材啦，並且咧喺2月嘅時候咧1個星期一篇文。OK， 好啦，咁至於實用文都揾翻每一篇格式。3月嘅時候即係 study leave 啦。OK， 重溫晒所有嘅篇章，我建議係一定要重溫晒所有篇章，不論佢係次要定係主要嘅文章都好，你都要溫嘅。喂，即係可能一定有啲坊間話咩？喂，依家係大熱，依家唔係大熱。喂，我建議都溫晒，因為考評局你唔知佢點噶嘛，佢中意出咩就出咩啦，你吹佢唔漲噶嘛，所以最簡單嘅嘢就係我哋溫晒所有文章。喂，我哋唔好俾佢放過，即係簡單嚟講，你覺得喂你次 OK， 如果你覺得有啲嘢係可能次要嘅，冇咁大熱嘅，次要嘅咪早啲溫咯。如果主要即係大熱啊嗰啲嘅時候，我哋咪遲啲溫咯。OK， 遲少少溫咯，即係月尾先溫咯。喂，總之一定要溫。OK， 咁我都講下啦。我係最尾一個禮拜嘅時候咧，主要睇中文嘅。OK， 因為我覺得第一科差咗咧，就會影響咗個頭。OK， 咁千祈唔好因為咁樣而影響咗個頭啦。OK， 咁就係咁咯。OK， 即係12篇就係咁咯。咁即係閱讀卷咧，如果有時間嘅話咧，即係3月做成個月 study leave 啊嘛。咁如果你有時間，當然就做一啲未做嘅 past paper。OK， 其餘時間我就建議唔好做啦。OK， 即係做我話未做咧係做1至2篇嘅啫，1至2篇。咁其餘時間咧我就覺得喂，不如唔好做啦。我哋直接做啲咩咧？我哋溫 past paper 立意，溫 past paper 嘅標誌已經好足夠啦。OK， 唔好花太多時間重新做啦。喂。好，咁之後就係長文啦。咁其實長文去到3月即係 study leave 嘅情況下咧，我係唔建議作文嘅。喂，即係我建議，喂，如果你真係好想作2篇，真係最好啦，最重。喂，一篇就 OK 啦，唔好作太多文，因為其實去到呢個時候咧，你唔應該花太多時間再作文噶。OK， 你累積咗一定嘅題材，其實到時候去考試就背翻出嚟就夠，同埋你已經練咗一定嘅文筆噶。喂，所以你可能一個月呢一個月淨係作篇文已經好足夠，好足夠。咁冇花太多時間作文啦。
，OK，然後係嘗試同朋友或者老師去嘗試交換一下大綱。咁嗰陣時我點咧？我就係因為我係比較即係喺學校作文能力都唔差嘅一個人啦。咁我係會俾我自己嘅文章咧去俾老師睇嘅。喂，就會問佢嗰啲個位有冇寫咗啲乜嘢唔夠好嘅位啊？會唔會有啲乜嘢可以改善嘅位啊？咁我真係問佢嘅。OK，咁呢啲嘢就唔好覺得自己煩。喂，呢啲問得就問，都係嗰句，你就快畢業㗎啦。你老師對你有咩觀感已經唔重要。你去到呢刻最主要一樣嘢就係你要考好你嘅 DSE。所以如果你有啲大綱，有啲乜嘢嘅題材或者查題唔識嘅，你咪試問老師咯。喂，佢哋一定會幫你嘅，需唔需要太擔心呢樣嘢？或者再唔係，如果你同啲老師關係好差，咁你咪同啲 friend 去交換大綱咯。即係你試下嘗試寫一條題目，例如題目叫無愧選擇，你咪大家一齊，互相一齊試下查題。喂，大家睇下大家寫嘅嘢，即係睇下大家嘅大綱。可能或者覺得你個 friend 寫啲嘢好亂咁嚟嘅，你咪接佢講咯，等佢知道。或者你個 friend 見到啲你見唔到嘅嘢，其實都已經好足夠啦。喂，你知道你自己有啲咩不足，又喺最尾一個月入面改咗佢。咁我都係建議唔好再冇翻頭時間做啦。喂，淨係交換寫大綱，諗下係咪扣題。喂，扣題好重要，扣題好重要。咁至於10萬就唔需要多講啦。溫書溫台展詞彙，咁呢台展詞彙咧遲啲我會教嘅。OK， 好啦，咁最後4月啦，我就預咗一樣嘢，好簡單，就係 delete flash。喂，delete 咗佢，delete 咗除咗佢。點解咧？因為當考嘅時候咧，其實考完嘅第一刻你會做啲乜嘢咧？好簡單啲嚟講，咪就係你會睇 flash，你會睇社交平台啊，你會睇下啲人考成點啊，你一定會啊。OK， 當時發生啲咩事咧？就係我錯完篇文嘅時候咧，我覺得寫得好好，但係咧我就睇版，我睇 flash。OK， 我就覺得自己睇完 flash 我就覺得同人哋篇文差距好大，即係我自己篇文寫得好差。OK， 真係好差。然後仲會點咧？仲係咁同人哋對呢個閱讀嘅答案咯。基本上呢件嘢咧係不可取嘅。OK， 你應該點咧？你考完嗰刻嘅時候，你應該直接揾第二科，你而唔係喺度睇 flash 咯。喂，講真嘅呢件事。因為我上年已經經歷過，我發生啲咩事咧？就嗰時我攞篇文寫得好差，我覺得我自己離題，我覺得自己真係離題，然後我就好驚啦，因為你會係咁同人對啊嘛，即係嗰陣時我仲要睇 flash 睇到眼濕濕嘅，因為我覺得自己係完全玩完噶啦，喂，同人哋比較，咁同人比較，但係最後點啊？最後出到嚟 ，OK， 出到嚟，我咪應該78分咯，作文，所以其實你唔需要驚啊，你唔需要同人哋比較啊，你一定係有自己嘅。如果你係平時寫得好嘅，到最後都一定係寫好，需唔需要太擔心嘅嘢？你最後都會應到好嘅成績。咁但係如果你萬一你係咁將個頭埋去，你就會點咧？好似我咁樣，我前一日咧，因為我考完中文就考英文啊嘛，我考英文嗰日我係冇溫過英文嘅前一日，我係好彩就上重分啦，因為我好唔開心，我對完中文好唔開心，所以我直接上重分。喂，咁呢個就係令到我英文科我係差咗嘅原因啦，即係低咗個 grade 啦，俾主力。咁呢個都係一個影響咗嘅原因嚟嘅。咁所以建議就喺4月嘅時候 delete 咗啲社交平台啦，我睇少1個禮拜嘅社交平台啫，你2個禮拜都考完啦，如果快嘅話。OK， 咁就係咁。OK， 咁咧下面咧就有一份2026嘅倒數100日嘅時間表。咁咧如果你只要 follow 我 IG 然後問我 DM 咧，我就會 send 俾你噶。OK， 好，咁就係咁咯，再見。